来关心以下冲突也未收煞。时代杂志之前有报讲，Google 有提供云端服务予以色列的军方，而且伫冲突的期间，佮协商讲要加强合作。这是引起几十个 Google 的员工，也佮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不满，引起抗议。抗议 Google 是杀人的工具。另外，伫威尼斯的商店店，嘛有规划一个以色列馆。也毋过艺术家表示，伫还未达成停战协议进前，这个场馆未开放。开伫科技公司谷歌的加州桑尼尔园区头前，数十名谷歌的员工甲亲巴勒斯坦的民众，摕标语抗议谷歌甲以色列政府针对 Nimbus 计划技术签合约，加做杀人的工具。Not only is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concerning, but just the context of which the contract is being taken place, and we know that the genocide in Gaza is the first AI-powered genocide. 这个计划是以色列政府甲谷歌也有亚马逊合作，达12亿美金的云端运算甲人工智慧协议。以色列媒体捌报道，合约规定，谷歌甲亚马逊袂当阻止以色列特定部门使用因伫计划内底使用的技术。虽然谷歌发言人捌伫册面说明，这个合约提供的云端运算服务，无牵涉甲武器进步服务者的真敏感，也是机密的军事工作。不过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大力使用 AI 人工智慧系统。因此要对加沙进行空袭的目标，而这款 AI 系统可能需要云端运算基础设施才会当运作。为此，谷歌伫西雅图甲纽约员工嘛捌进行抗议，也毋过谷歌煞无回应这个抗议。另外，为着敦促以下冲突赶紧达成停火释放战争的协议，伫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第60届技术双年展，其中7名以色列馆的艺术家帕蒂尔决定伫协议达成进程拢未开馆。It's not Israel's decision, it's the curator's decision and the artist's decision, and I think it's a very courageous decision. The choice for the Israeli pavilion to close feels like the right one. There's been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Biennale to have the pavilion not open, and there's been petitions signed. 这项展览吸引各界艺术人组织伫威尼斯参观。受到以下冲突影响，伫有线展览进程已经有数千名艺术家、策展人、也有评论家联署一项公开声明，要求排除以色列馆。另外，有23名巴勒斯坦艺术家虽然要求参展或拒绝，有关决定会伫双年展以外所在展出作品。国视新闻台是同朋友。